嚟到坪石村啦。局長、副局喺嗰邊去會合佢哋先。照舊打張卡咯。立法會選舉，一定你，一定你，一定你。我哋帶埋票箱家族去隔離啟業村啦。12月7號去投票。12月7號記得投票。12月7號。做小助手。小朋友都咁努力宣傳啊！大人都會去投票嘅。個個都中意你啊！喂，行啦，等我帶你去富蝶村啦。咁多菜嘅，生菜，有蜜菜、西洋菜。唔係蔬菜組合嘅名稱。係富蝶村嘅社區農圃收成日啊！我哋睇睇局長講咩咯。有耕耘，有收穫，社區建設需要你哋一票。12月7號齊投票。咦？樓下細路仔放學啦。啱啦，順便同啲家長宣傳下。做咗成日先去咗3條屋村，我哋有咁多屋村，點好呢？唔緊要，常秘同副處長佢哋都會繼續喺屋村宣傳噶。咁我哋就放心啦。下一站去簡約公屋同過渡性房屋。行咯。等埋我啊！